班后学习要网络不顺，声音又不正常。各位点传师，有华宝都要珍惜啊！各位前大的赞网络不顺要念哦，声音都断断续续。化无生即法生，永嘉法禅师生寂正道歌。寥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，空起来莫正若将妄语众生，自招拔舌成杀劫，顿绝了如来。你看网络不顺了，被弹出去了。有华宝都要珍惜。而网络资源要珍惜啊！重新再进入了。哎呀！我没有办法退出呢。再重新进入啊！网络不顺啊，用赖传信息也有很多那种传失败没有成功的呢，没有再确认一下还不知道，原来没有传出去耶。赖哦，诈骗的也很多呢，都是不容易啊。做个事情都是不容易啊。要进去不容易了。言是功德，此者成五善之事，不因善谤起怨亲，何表无生持忍力？无生持忍中力。义通，说义通，定慧圆明不知空。不自空。非但我今达了，恒沙诸佛体皆同。狮子红无畏作，百兽闻之皆脑裂。向奔波失却位，天龙即听身心悦。游江海，涉山川，寻师访道，参禅。自从认得潮汐路，了知生死不相关。行一禅，坐一禅，雨墨动静体安然。纵欲风刀常谈谈，假饶毒药也闲闲。我师得见燃灯佛，多
解成为人汝仙。人入仙，几为生，几为死，生死悠悠无定止。当同顿悟了无生，以诸荣度何忧喜？入深山住难若，沉饮幽邃长松下。悠游静坐也生家，取其安居时潇洒。绝寂了悟时空，一切有为法不同。住相不失生天福，犹如仰见色虚空。视力尽见怀罪，招来生不如意。真是无为实相门，一超直入如来力。但得本莫愁畏，莫愁莫，如镜琉璃含宝月。如镜琉璃含宝月，既能解此如意珠，他终不解。江月照，松风吹，有叶清宵何所为？佛性借诸心地印，误入云霞体上衣。降龙波，解虎溪，两孤金环敏历历。不是标行虚是词，如来宝藏千中机。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知恶法空无相，无相无空无不空。一如来真实相，心净明见无碍，豁然隐彻周沙界。万象森罗隐现中，一颗圆光内外。破塔空，播音空，棒招祸，遭殃祸。气有浊空，并亦然。凡如必逆而投佛，舍妄心取真理，取舍之心成巧为。学人不了又修邪，真诚认贼将为止。损法财，灭功德，莫不由生心意事。是以禅门了却心，顿住无声知见力。大丈夫秉慧见，般若风息金刚焰。非但风吹未到心，早晨入却天魔胆。正法雷其法鼓，不辞云溪洒甘露。龙象触踏无边，身五界皆醒悟。雪山肥力更无障，传出醒湖我常骂。一性圆通一切性，一法片含一切法，一月普现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时。诸佛法生佛性，五性不得定无切，非色非心非行业。人指圆成8万门，刹那灭去三起业，一切。网络不顺了，太弹出去了，啊，得来不易啊，
都要珍惜啊。退出又重新进入啊。有华宝要珍惜啊！你看，遇到那个网络不顺，走兽飞禽皆远去，师者蒙随后，3岁便能大笑猴。网络不顺，声音不顺，或者是会被弹出去耶。天理，逝者龙女顿成佛，非则善心生现罪，古早年来。7学问，一层好树玄经论。圆顿智，恶圣精进莫道心，外道聪明无智慧，欲愚痴，欲小孩，空缺。纸上，纸上圣解，圣时节，直指为业忘失。文件化妆学呢？须凡数在，机逢完善不能参，并应依往真得菜。再欲行禅之见力，火中生莲终不坏。永失恨重不无生，早死成佛已经在。狮子猴不畏缩，身戳猛狗顽皮打。只知幻众障菩提，不见如来开秘诀。有2比丘换银沙，颇得银光真罪解。维摩大士顿除疑，犹如鹤日消霜雪。不思议解脱力，妙用菩萨也无极。世事供养感持劳，万两黄金亦消得。粉骨碎身贵如仇，一句了然超百亿。法中王最高圣，恒沙如来共无证。我今截止不异诸，信受之德皆相应。了了见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福。大千沙界海中欧，一切圣贤如令符。假使铁轮顶上悬，定会圆明终不失。日可冷，月可热，众谋不能坏真说。相架真容慢净土，
谁见螳螂能拒策？大象不游以兔计，大物不拘以小节。莫将管介放苍苍，未了勿惊为君绝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临山地。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。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。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。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。说言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。鬼言五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。无以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养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学人胡说话，劳酸一满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。查得清，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这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千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0。有一件500年关紧随身，6元价500年关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弘法显神通，舍起不地正国七宝器，归正北方为帅首，肃清恶化甲兵。他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导，各驾祥云进腾风，12天兵复降，保佑弥勒。网络不顺又弹出来了。王某不容易啊，已经3次退出了，被弹出3次了吗？
唉，没有办法按进去了，多么不容易啊！有麻烦都要珍惜的。感恩啊，感恩上天慈悲啊！第三部分是那个众经起我回向文，然后要感恩，感谢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然后要请安，感恩，然后说再见，说晚安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灵位、各位会员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网络不顺，请不完整，请见谅。